大家好，澳門事目前仍然喺路環服刑嘅周焯華，再被澳門法院拍賣一批資產。據澳門法院網站嘅司法變賣拍賣表資料顯示，相關不動產共有16項，變賣底價由最低430萬零5千至到1049萬澳門元，全部位於澳門皇朝中土大廈12樓 A 至 P 嘅獨立單位，用途為辦公室，即係以前周焯華旗下集團嘅總部，以密封標書方式被執行司法變賣，變賣底價合共約1.17億澳門元。有關不動產截標時間為2025年11月6號下晝5點45分，變賣地點喺南環澳門廣場5樓2號綜合辦公室。周焯華因涉及賭底面等不法經營賭博犯罪，被澳門終審法院判囚18年。此外，周焯華同其他被告需向特區政府支付相關非法收益共大約248億6500萬港元。據了解，今次並非周焯華嘅資產首次被變賣。喺2023年7月，周焯華同相關大德利集團嘅資產遭變賣，共涉及5個商業單位同31個車位，總值大約6億元澳門元。